在地人在地前继续来到云林的北港公园，伫50当前有一件国宝级大师江青路伊所制作的大型的塑像。 这个倒水美人，因为公园整建，这个雕塑消失无去了。当地长辈推测，这个雕塑可能是台伫个公园的涂骹底。这个北港公中美术班的老师，佮专工走去雕灯宫来请示妈祖，了后真正伫个涂骹下1公尺深的所在，发现这个已经待30外冬的倒水美人，嘛总算互这件国宝级的作品重见天日。 哦，谢你哦！北港高中的老师和美术班的同学，大家做位友手啊，把这个雕塑品倒水美人符合正。哦，拍手！找到雕塑品，大家拢伫咧拍扑啊！这个水姑娘啊，手提水盘，放伫咧金架头倒水的姿势，红带伫咧涂骹超过30吨。 50多年前，在伫咧北港运动公园喷水池的倒水美人，是真侪民众囡仔时的记忆。伊嘛是过身的国宝级大师江青路刻的。尾仔公园中建雕塑品总碰见。有的画交掉就交掉嘅，有人有迄个心吼，我算真欢喜啦。 当地就有人咧讲，雕塑品可能带伫咧涂骹。地方人士请示过朝天宫妈祖，决定开始学。美术班的学生嘛专程参与，大家拢真欢喜。我就很兴奋，因为就是江青路大师的那个作品。定位的时候一下去很快就找到东西了，这个也是我们大家啧称奇的地方。 倒水美人是要整修后才伫咧原地展览，或者是另外收藏，会阁继续讨论。国宝级雕塑品出土的过程，嘛有在地人讨论甲热噗噗。